这件造成32个人死亡的起爆的意外，当时高雄市新兴消防分队的消防员曾正杰在搜救的时阵顺即死亡。为着要来纪念这位同仁，消防分队每一年7月31日深夜12点，还8月初1的时阵，拢会闪死救护车，嘛会来闪死着消防车的红色的警示灯，来纪念这位互人尊敬的老朋友。救护车、消防车的警示灯闪无停，特别惊梦，尾也嘛将人救回5当前，迄个悲伤的暗暝。当时担任高雄市新兴消防分队的消防员曾正杰当咧执勤，这拢凯旋路救援，却被炸飞去，不幸殉职。做消防人员10多档，同事回忆伊的工作认真，搁好斗阵，每届出任务，伊拢是冲第一个。家境虽然无好，不过伊非常友好。父母失去这个后生是悲痛万分。因为还没有平复，其实真的虽然5年了，还没有平复下来啦。我只希望说，如果说通过这次报道，希望还记得他们7个，还记得他们7个。消防分队伫每当7月30日暗时到8月初1日透早，拢会闪警示灯第一，来纪念这个世人尊敬的老朋友。